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2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节目一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税金有奖破发现金6000块，今仔日早起8点开始开放线顶登记，身份证买数0到1个人会当大声登记。南部欠水真大，清明要到啊！台南市的消防局呼吁民众备忘莫用火。今头等下咱国内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有受厝的客约甲红单，过去捌引起袂少争议。今仔日台北市地政局宣布，要予有受厝的业者，通伫申请建造的时，就通先来检视客约，但建造一落来，新好的客约就通摕来用，安尼就当减少买卖纠纷。我们特别针对这样子的痛点，我们提出了解方。台北市长周万安讲的痛点就是预售厝部分，预售厝契约地方政府比早伫前年7月就入路，不过一本百挂页的契约，自业者摕到建造了后，予地政局实质审查，要袂少时间。我们提前到建造申请的时候，就同步来帮业者做契约的审查这个动作。那在整个建造执照申请的时间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帮大家审好，那我们连红单都一起帮大家审好。过去因为建造申请好势要一段时间，有业者就会偷食步，先用红单卖厝。官方若发现契约有问题，就已经袂付啊。过来契约规定，有时阵会出现亲像停车位、管道无写，也是有一寡不利消费者的所在。因为民众拄到契约资讯无透明、无完整，希望透过提前比查，互建商有充分的时间拟定契约，嘛减少消费纠纷。其实我们觉得契约比对这个东西真的很棒，因为很多的民众会担心我在建案的现场上面所签的合约可能会有一些落差，但是我们现在透过这个所谓公部门的比对，一比对就会知道，就是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比早通过预售厝契约，地政局嘛登录到台北地政找厝家的网站，互民众通照地区建案等等，看到公开资讯，减少预售厝的交易风险。记者台北台北采访报道。